2025年度嘅 Book of the Year 有幾多本著作可以獲得呢一個殊榮咧？係得1本嘅啫。喂，今日兩位Raymond、Albert，我哋非常之開心，因為點解咧？因為我哋嘅信學堂嗰度咧，我得到香港大學教育會咧推介成為2025年度嘅 Book of the Year Albert 有啲咩嘅感想？好開心啊！因為寫書嘅時間咧，我哋最重要都係想啲專業知識啦、法律啦、財務啦、稅務角度啦，同讀者分享啦。而家咧得到咧即係個認同同埋肯定啦。咁係 Hong Kong U Investment Society 2025年嘅 Book of Year， 仲要得一本咧喺呢度咧，真係好開心咧！我哋寫書嘅時間咧超越咗我哋嘅所想啊！唔單止可以將啲專業知識俾朋友啦，咁亦都能夠獲得認同，相當開心。非常之好啊 ！Raymond 你咧？其實好簡單，大學都認同。咁即係話社會咧係需要呢樣嘢嘅，係啊，我哋真係好榮幸、好開心，所以非常之高興喺呢度咧，可以同埋兩位嘅作者同埋我自己一齊咧去到將呢一個嘅殊榮咧攞到。想要認識多啲嘅咧，記得留意我嘅頻道。